大家平安。今天4月8日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要一起来敬拜，要一起来读经，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将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我们要经历被上帝带领、被上帝炼净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先将自己来摆上，让我们去经历被上帝炼净，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洁净。一起来敬拜。发现自己的不足，将心斗的重担交给主，有你陪伴，就算荆棘路，每滴泪水就会化成祝福。当我再次降服于我主，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，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，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。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，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。虽然黑夜漫长，充满盼望，让把双手举起，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赐下盼望。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，纵然失恋不断，靠主刚强，炼净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，让你的荣耀。当我再次降服于我主，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，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，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。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，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。虽然黑夜漫长，充满盼望，仍把双手举起，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赐下盼望。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，纵然失恋不断，靠主刚强，炼净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。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，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。虽然黑夜漫长，充满盼望，仍把双手举起，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赐下盼望。在失落时刻
主，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经历了被主你的炼净。虽然试炼不断，让我们靠主得着刚强；虽然经历了许多的事情，让我们在当中不再是绝望；虽然经历了绝望，也领受从你所赐下的盼望。主啊，让我们在黑夜当中去看到黎明即将来到，让我们在黑夜当中去经历主你的陪伴，让我们将我们生命主权交在主你手中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主的灵就与我们同在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牵着我们的手来往前走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你的话语成我们的帮助。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4月8日，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2章第36节到第46节。列王纪上第2章第36节到第46节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，一起来读，一起来领受。王派人把示每招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来，在耶路撒冷为自己盖房子，住在这里，不准离城。如果你离开，越过基伦溪，你就非死不可。你死是自取的。”示每说：“是，陛下，我会照你的话做。”于是示每在耶路撒冷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可是3年后，示每的2个奴隶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雅吉那里去。示每听说他们在加特，就预备驴到加特王雅吉那里找他的奴隶，找到了就带他们回来。所罗门听见示每离开耶路撒冷的事，就派人召他来，对他说：“我曾经要你指着上主的名发誓，绝不离开耶路撒冷，又警告你说，你离开的那一天就是你的死日。你不是答应要听命吗？你为什么毁了自己的誓言，违背我的命令呢？你很清楚，你做了对不起我父亲大卫的事。上主要因这事处罚你，但是他要赐福给我，使大卫的王位永远巩固。”于是王下令给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，他就出去把示每杀了。这样所罗门完全巩固了他的王国。那我们再用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2章第36节到第46节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们读到了列王纪上第2章，在当中我们看到第1章里面在讲到说，在大卫年老的时候，这个王位要给谁？有一个人出来抢，也就是亚多尼亚，他想要出来抢这个位置。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个，在前面押沙龙就想用军事叛变的方式来夺取这个位置。后来亚多尼亚也用一个方式，因为大卫年老了，所以他也招聚了，他也很清楚知道，当我要上位的时候，需要有谁？要有军队的人找约押，要有祭司找亚比亚他，然后也找了大卫的其他的儿子，除了所罗门以外，所以在王宫里面这些人也好像来拥护他，然后他们去献祭，一起吃喝快乐。而也在这样的状况当中，也让约拿发现不对，然后让拿单发现不对，需要做处理，所以找了拔示巴来做这样的处理，然后就赶快让所罗门来上位了。当所罗门上位之后，有些事情需要赶快处理的。我们看每一个朝代，不管在中国或以色列，每个朝代会有点不太一样。在中国，他们会有一些找老臣来辅佐，有一些很棒的可以来帮忙。但是大卫这边在讲的是，孩子，你要刚强，你要承担起来你该承担的。然后他也在当提到说，有些人不错，你要去奖励他。但是至于这些糟糕的，你要先处理。在我手上我没有办法处理，但是接下来你要让你的国家稳固，你就要去处理这一些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在一个群体当中，当我们在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有些人就很不开心，谁处理了谁，谁处理了谁。但是我们看，确实当一个领导者起来的时候，他确实要做一些盘点，哪一些人是可用的，哪一些人会危及他的，哪一些人是对他有帮助的，他怎么样去运作这些，他怎么样去处理这一些。所以在这处理过程当中，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，也就是在当中上帝如何带领这一个人。虽然我是国王，我是王，但是我在当中我怎么样顺服在上帝面前，让上帝在当中来掌权。所以当大卫跟所罗门讲了这许多事情当中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也就是第2章第3节里面在讲到的，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要来到上帝面前去敬拜上帝，去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将这些上帝的话语放在心里，而且去遵循。因为大卫就是这样做，所以最重要的抓住之后，后面在处理的是将那一些不顺服的，将那一些罪，将那一些不愿意合一的，不愿意跟着走的，把它排除掉，把它处理掉。所以在前2天的经文里面讲到第一个亚多尼亚，亚多尼亚他要处理的事情是怎么样？他前面要来抢王位，后面又去要求拔示巴跟所罗门给他亚比莎，所以他对这个王位念念不忘。他甚至跟拔示巴说：“这个位置原本是我的，那我只要这个女孩子就好。”但当他要这个女孩子的时候，他也在表明，其实他也表明这个位置我还想要。所以第一个就先处理他。接着这个亚比亚他也是该处理，因为上帝本来就已经不让他们这个家族继续当祭司，而在这事件当中，他依然去做这样叛变的事情。第二个处理他，虽然没有把他杀死，但是也免除了他一切的职权。第三个处理了约押也是一样，他起来叛变，他起来做了这许多的事情，他杀了比他优秀的人。那种优秀不单单只是带队当中，这元帅做得很称职，很厉害，在人品当中也比他优秀。所以在这一些不愿意跟着走的这些人，不愿意跟着所罗门的这些人，而这些当中大卫或许跟他们有一些承诺，所以他无法出手去处理，所以就交给他儿子，
让他有智慧的去处理。今天所记到这个示每也是一样，这个示每也是在当中需要被处理的。在当初大卫他有机会要来做这个国王的时候，来做这个君王的时候，其实这示每一直在骂他，一直在骂他。虽然他在逃避，他在躲避扫罗的时候，他一直在骂他。当他当王，他也不开心。对他来讲，王是怎么样？王是我们便雅悯人的，是我们这支族的，不是你们的。其实在当中，我们看到都会这样如此，都会觉得我们不管怎么样，不管那个人再优秀，重点是这个是要我们的人来做。所以在看中国那些朝代也是一样，不管是清朝或元或明或等等的，他们都会觉得是我们家族的，所以在那边争来争去，每个人都在树立自己的正统。所以示每所在树立，也就是我们便雅悯才是正统，因为上帝拣选我们这个支派来成为以色列的王，唯有从我们这当中出来的才可以，只有约拿单，只有便雅悯的人才可以。所以他把大卫骂得很难听。所以从这当中，当我们去看的时候，会发现大卫承受了很多的压力。从他在躲避扫罗王的时候，扫罗王也用了全国的力量要去抓大卫，要去杀他。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很特别，他依靠上帝，不管他去打仗，不管他去在躲避扫罗的时候，不管他做了很多事情，重点是他是敬畏上帝，他依靠上帝，上帝保守他。而他的生命里面，他的信仰也更深层的去依靠上帝，所以他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在那当下，众人都说杀了扫罗王，但他知道这是上帝所膏抹的，他不能动手，所以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得罪上帝。或许这个命令也是对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上帝所膏抹。或许他杀了扫罗，他就不用这样躲躲藏藏了，但是他杀了之后，他所要躲的不是扫罗王，他要躲的是上帝。所以在这当中，他没有下手是对的。当他下手之后，就会像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一样，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，你所承受的就是如此。当然大卫后来也因着拔示巴的事情，他也造成了很多的状况，他的家庭他的家族也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要处理的最后一个人是示每，他把示每软禁下来，他把他招过来说，你来在耶路撒冷为自己盖房子，住在这里，不准离城。所以把他叫过来。其实这种手法在中国的历代那当中也常这样子，把人叫到皇宫里面来住，把他儿子带来皇宫里面住，这就是一种软禁，这时候是一种人质，一种人质在当中。对示每也是一样，把他叫过来，叫他在耶路撒冷为自己盖房子，就住在这里，不准离城。很多人说你就住在皇城了啊，你就住在首都了啊，你就住在那边是最好的。但他事实上是被软禁在那当中，他是自由的人，但他却不能离开耶路撒冷。他不是被关在一个房子里面，他是被关在这个城里面，他不准离城。所以当中他讲到说，住在这里不准离城，你住在这当中跟我，甚至有可能他也跟所罗门一起吃饭，都有可能。所罗门也用各种方式把他关在这边。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状况，他跟他讲不准离城，讲到说如果你离开，如果你越过基伦西，你就非死不可，你的死是你自取的。所以你在当中你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城，你没有离开基伦西，那你的性命是可以保全的。但是当你离开耶路撒冷，当你离开基伦西，你就非死不可。所以这当中就很像是以前的故事在讲说，画一个圈圈，你只能在这里面，这个圈圈比较大，
画了一个耶路撒冷城，是这个圈圈。只要你不跨过去就没事，只要你没有跨过去就没事。所以你不要离开我的视线，你也不要想说你要越过基伦溪回到你的老家去。所以当中也就是一样，就是说你离开这当中，你就必死无疑。当你跨过了基伦溪，那你这是不是要造反？有可能他跨过基伦溪所带来的是他整个家族的灭亡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是这样把他关在耶路撒冷城当中，让他不能离开，也就是让他没有机会造反。所以这许多的状况，这几个人都有可能会危及他的王位。所以这也是大卫讲的，这几个人你要处理，而那个该奖赏的你要奖赏。所以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，其实他面对这些的时候，他做这样处理的时候，其实在那当下，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骂他，那些便雅悯族的人应该也会骂他。但是在当中也经历了40年的缓冲，也就是大卫做王了。大部分人应该都能够接受大卫做王，但是我相信也是有一些人，有一些便雅悯族的人或其他支族的人，他们还是会觉得大卫不该接这个王位。但我们有没有看到，大卫这个王位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是上帝透过撒母耳来膏抹他的。那所罗门王呢？所罗门王的位置也是上帝所拣选的，透过撒督祭司拿单先知来膏抹他。所以撒督祭司他要去膏抹的时候，他去圣殿里面拿了油，去为所罗门来膏抹。所以这当中也确立了他的正统性，也在当中看到这个王位是要这样确保下来。所以这个人让他无法去继续有这样造反的状况。当所罗门王讲完之后，示每都说：“是，陛下，我会照着你的话做。”所以就这样子，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是如此。住了一段时间，当他前面在讲的时候，就承诺我会这样做。于是示每在耶路撒冷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都没有事。他眼清楚知道他不能跨过去，他不能离开耶路撒冷城，他不能跨过基伦溪。他知道这些事情他不该做。但是这边讲到说，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在这一段时间过去之后，其实也开始有点状况。不知道这个状况是被设好了局，还是他在当中跟他的奴隶，跟他这些仆人出了一些状况。所以3年后，示每的2个奴隶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亚吉那里去。这奴隶有可能就是非利士人，有可能是埃及人。在大卫的时候，他也遇到一些埃及的奴隶，也遇到了一些外族的人。所以当中不知道这些是哪边的人，然而在当中他们跑到了非利士人加特王马加儿子亚吉那里去。其实示每他可以好好的去想，我该不该跨过去。这种状况他有可能听到的时候，他咽不下那一口气，他觉得这2个人怎么可以跑掉？这2个人是我的财产，他怎么可以跑掉？他怎么可以跑去到非利士人那边，去加特王那边寄居在那边？你是我的，所以他要去把他们抓回来。在这过程当中，他也有可能是一时冲动，他也没想那么多就去做了。有可能他还觉得我没有跨过基伦溪啊，我也没有要造反啊，那我很自然把他们抓回来，我有很正当的理由，我可以这样做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做事情也都是这样子，
会用很多的方式，会觉得我做些事情都正当的理由啊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很多人会找了很多理由在讲，其实每个理由都很正当，就像有些人在跟我讲一些事情一样，他讲的都很正当，讲的你听起来都很正当，你不能否定他，你不能怎么样，但是有没有看到这边示每他违反了前面跟所罗门王的承诺？虽然他没有跨过基伦西，他没有回到他便雅悯族那边去，但是他离开了耶路撒冷城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回来再看最原初的原则是什么？不管你有更多理由，你违背了那个最原初的原则。所以就像大卫跟所罗门讲的一样，在第2章第3节里面讲了那个最基本的原则。不管你这个国家多兴盛，你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你要照着上帝的律法来做，你要听上帝的话。我们很多时候用了很多的方式，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该做，那边事情该做，但是最基本的原则没有守住。示每这边所遇到的问题也是一样，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跨出耶路撒冷城，不能跨过基伦西。就像亚当跟夏娃所经历的事情一样，这所有一切你都可以，都交在就交在你的手中。唯独那2棵树，园子中间的那2棵树，你们不可吃，不可摸。这就是最基本的原则。上帝给亚当很大的一个空间，但是就唯独那2棵树，你们不可吃，不可摸。其实虽然王把示每软禁了，但是依然给他一个很大的空间。但是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可离开耶路撒冷城，不可跨越基伦西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信仰上的基本原则，你有没有抓住？在服事当中的基本原则有没有抓住？就像我们每一次牧师就任或长老或执事的就任当中，我们都要来到上帝跟众人面前誓约。这当中我们有没有抓住这基本的原则？有很多人在违反了这一些基本原则的时候，就开始说啊，我做什么，我做什么，我怎么样怎么样。也在说啊，我是卑微的仆人，怎么讲了一大堆。但是我们只是回来再看，再检视，你有没有守住这基本的原则？你有没有信三位一体上帝？你有没有认可这些信经？你有没有愿意遵守长老教会的宪法、长老教会的这些法规？很多人就会搬出很多台湾政府、中华民国政府的这许多法律啊、法条等等啊，说长老教会的法条违背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法律。但是不管这些东西，回来再看，当你当初要成为长子牧师的那一刻，你有这样的承诺，你是不是有守住了这基本的原则？你有没有站立住？我们看到很多人到后来都不愿这样子。不管我看过很多的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到后来都违背了这一些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法律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会觉得，其实我们没有违法的时候，其实都会觉得很宽松。但当我们违法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找很多理由。我们想了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该没有违规，我们该没有违规。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搬出我们没有违规的，但是有没有看到，我们一直在闪避那一些我们违规的东西？这个过程就很像是这示每一样。其实很多人都已经
违反了信仰原则，很多人都已经违反了当初的誓约，但是却搬出很多其他的东西来讲。或许世美也想过，但是他觉得应该没问题吧，我又没有去造反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，我只是去把我2个奴隶抓回来而已，这应该没有问题吧。所以他就出门了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这么多的东西，但他就预备驴，然后就去到加特王雅吉那边找他的奴隶，找到了就把他们带回来，就把他的财产带回来。其实我相信他的财产应该也不少，但是就为这2个奴隶，不知道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。但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城，去到加特王那边，把他的奴隶带了回来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人之常情啊。对我们台湾的人来讲，我们都会觉得很多事情都人之常情啊。我的财产丢失了，我的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很多这样的事情。甚至当所罗门这么不通人情的把他抓起来，把他杀死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开始讲啊，所罗门是暴君啊，所罗门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很多的这样的闲言闲语在当中。我相信会有很多这样的闲言闲语，但是有没有回来看，这当中最基本的是什么？所以所罗门听见示每离开耶路撒冷的事情，他就派人招他来。他已经回来了，他已经回来了。很多人都会说啊，他都已经去了，把人带回来了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已经回来耶路撒冷啦，那有什么问题吗？但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如果一个人逃狱，你知道他逃狱了，点名点不到又回来，那会怎么样？啊，放过他了，放过他了，反正他都回来了，会这样子吗？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就派人把他招来，然后对他说：我曾经要你指着上主的名发誓，绝不离开耶路撒冷。所以他是有发誓的哦，他是指着上帝的名发誓，他也在当中已经有很严重的、很重大的这样发誓了。所以当中又说，又警告你，你离开的那一天就是你的死日。你不是答应要听命吗？其实这也是一种类似杀鸡儆猴的方式，这也就是一种他处理的方式。我不是随便找个理由杀你，而是你在那当下，你处理你的状况是如此，所以我们这样来处理。你已经誓约了，我那时候就已经讲了，你不能离开耶路撒冷城，你不能跨过基伦溪。当你离开耶路撒冷城，当你跨过基伦溪，那你就要面对这样的惩罚。很多人会觉得啊，那个所罗门不就是要找个理由杀他吗？确实，我相信也是如此。但是他也给了一个恩典，只要你没有跨越，你没有跨越，你没有那些心思的话，那你的生命是可以保全的。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啊，我一生都很规矩啊，我只是犯了这一次错误。但是有没有看到很多的大错都从小错开始？当你可以这样一次跨越了耶路撒冷的城门，踏了出去，难保没有第二次。第一次都饶恕了，那第二次是不是要饶恕？那对我们来讲，不是常来讲有一就有二，无三不成理。那就有第三次、第四次，到后来大家都会觉得啊，无所谓啦，反正所罗门不会做啦，反正所罗门都会放过他，所以他的手下也会觉得
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就好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很有原则的时候，大家就觉得你何必这么有原则呢？何必这么硬呢？当很没有原则的时候，大家就觉得啊，那个人就是很没有原则。所以在当中，大卫王已经先跟所罗门王讲好，你要刚强，要做大丈夫，做你该做的，承担你该承担的。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做我们该做的，承担我们该承担的。他说：“你不是答应要听命吗？你为什么毁了自己的誓言，违背我的命令呢？”这句话何尝不是我们常常面对的吗？或许示每所面对的是所罗门王，而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面对的是上帝跟许多的人，毁了自己的誓言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？所以在这句话当中，也可以常常回来回想。其实就像刚才讲的，很多的人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常来讲的，就是我们的牧师、长老、执事或很多的同工。但我们的弟兄姐妹呢？其实就像我们的牧者、长老、执事就任的时候，里面有一条，我们弟兄姐妹的誓言当中有一条，若有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不是去散布很多的谣言，去讲很多的闲言闲语，去把这事情到处去散布，而是要回到小会里面来处理，让小会知道，让小会来处理。但是我们却常常是，我跟你说怎么样，然后也在市场，在很多地方到处去讲，让这事情到处去传播。我们常常做的是这样子，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管你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人，管你怎么样，我就是要跟我的朋友讲，我就是在当中就想要讲出去，我就是要让这些事情让大家都知道。其实我们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巴，在过去我们很多的读经里面常讲到说，我们有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？我们常常管不住自己嘴巴，我们常常就要到处讲。等回来讲的是，就是我们不只是长老执事，我们弟兄姐妹也常常毁了自己的誓言。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如此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生命要调节。当我们遇到这许多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为这些祷告。需要处理的时候，让教会、让小会来处理。不是到处去散播这些闲言闲语，散播这些谣言。接下来这边讲到说，你很清楚，你做了对不起我父亲大卫的事，上帝要因这事处罚你。我们很容易在很多人面前说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很多事情怎么样？也很多人在说啊，我做的事情你不用管，你不用知道没关系。但就像昨天在讲到一样，当是一个领导者，很多人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承担的。很多人在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跟你说你不用知道。当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来跟你邀功；但是在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跟你说你不用知道。但当你不知道，你还依然要去承担。而这示每他的生命里面所做的，他说你自己都知道。而这样的事情，其实这些事情大卫都承担。所以他讲到说，上主要因这事处罚你，但他要赐福给我，使大卫的王位永远巩固。其实上帝真的是顾念大卫。所以后续虽然他的后代有出了很多状况，但是上帝依然顾念大卫。所以就像所罗门这边说的，他要赐福给我，使大卫的王位永远巩固。所以所罗门王又再次的下令，让比拿雅去处理了，所以他就去把示每杀了。所以当他这样处理完，亚多尼亚
处理了亚比亚他，处理了约押，处理了示每。当他这样处理完这一些会影响他王位的，会影响这个国家的，就像我们昨天在讲的，其实耶稣讲到说，当你的眼睛、当你的手、当你的脚犯罪，影响你得救的时候，就该把这些除去。也就是如此，当我们面对这些状况，这些会影响我们得救的，会影响这个国家的，就要把它除去。所以后续这边讲到说，这样所罗门完全巩固了他的王国。所以当他处理完之后，后续这30几年，这个国家才会稳固。当他处理完之后，这个国家才稳固，后续才能开始建造圣殿，后续才能开始建造所罗门的王宫，后续才能做了这许多很棒的事情。当然也因为太平，所以也让所罗门堕落了。因为在这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常常也陷入在世美的这种状况里面，在那个框框，不管是多大的框框，我们都试图的要去跨越。在这许多规矩当中，我们常常要去跨越，我们都会想要去看看，到底上帝你能对我怎么样？我这样有违背你的命令吗？我这样有违背你的要求吗？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样做是错的，就像之前有分享过，很多人都会问我，我该不该这样做？我该不该这样做？其实很多时候这样问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都知道，但是他想要找到一个解套的方式。他知道不该做，但他想要找到一个理由，让他可以这样做。所以示每也都在试，当我这样做可不可以？这次没事，下次应该也会没事，再下去应该也都没事。但他没想到，所罗门没有放过他。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如此，我们面对这许多事情，我们有没有好好去处理这一些？我们都期望有特殊的恩典，但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降服在上帝面前？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去思想今天上帝在说什么，今天上帝要对你说什么，也可以去想上帝要你做什么来回应他，回应今天的经文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主你赐福在我们当中。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将自己献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你之间所立的约，让我们能够照着主你的心意来做。主啊，或许我们生命里面很软弱，我们很多情况有可能跟亚当因着别人的话而软弱了，我们有可能跟世美一样，我们为着自己的利益去辱骂主你所拣选的，我们可能因着许多事情来得罪你。主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敬拜当中，每一次领受你的话语里面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、你的赐福。主，让我们看到你要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你也要让我们遵照你的话语来做，让我们在每天当中所读的经文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。主，当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，也让我们能够将自己来到你面前，来向你祷告，也将这许多事情来摆上，让我们生命更加的合主你的心意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来敬拜上帝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命的粮食。愿上帝祝福你。